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頂禮供養皈依南方最妙香世界出有懷應供正等覺月光如來。頂禮供養皈依北方沉香世界出有懷應供正等覺月光如來。頂禮供養皈依日光世界出有懷應供正等覺月光如來。能嚴經四種清淨明誨。阿難整衣服，於大眾中合掌頂禮，心即圓明，悲欣交集，欲益未來諸眾生故，稽首白佛大悲世尊。我今已悟成佛法門，是中修行得無疑惑。常聞如來說如是言，自未得道先度人者，菩薩發心，自覺已如能覺他者，如來應世。我雖未度，願度末劫一切眾生。世尊，此諸眾生去佛漸遠，邪師說法如恒河沙，欲攝其心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場遠諸魔事？於菩提心得無退掘。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稱讚阿難：善哉善哉！如所問安立道場救護眾生末劫沉溺，如今諦聽當為如說。阿難大眾唯言奉教。佛告阿難：如常聞我彼來夜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。所謂攝心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為三無漏學。阿難，云何攝心我名為戒？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如修三昧本出塵勞，淫心不隨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善定現前，如不斷淫必落魔道。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諸魔亦有途中，各各智慧成無上道。我滅度後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熾盛世間，廣行貪淫為善知識，令諸眾生樂愛見慳，失菩提路。如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斷心淫，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淫修禪定者，如精沙石，欲其成梵經8000劫，指名熱沙。何以故？此非梵本沙石成故。如意淫身求佛妙果，縱得妙悟皆是淫根，根本成淫，輪轉三途必不能出。如來涅槃何勞修淨？必使淫機身心俱斷，斷性亦無。於佛菩提是可希奇。如我此說名為佛說，不如此說即波旬說。阿難，有諸世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殺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如修三昧本出塵勞，殺心不隨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善定現前，如不斷殺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為大力鬼，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祟等，下品當為地行羅剎。彼諸鬼神亦有途中，各各智慧成無上道。我滅度後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熾盛世間，自然食欲得菩提路。阿難，我令比丘食五淨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身，本無命根。如婆羅門地都精濕，加以沙石草菜不生。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假名為肉，如得其味。奈何如來滅度之後食眾生肉，名為色子。汝等當知是食肉人，縱得心開此三摩地，皆大羅剎，報中必尋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相殺相吞相食沒已，云何是人得出三界？如教世人修三摩地，次斷殺生，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殺修禪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失其耳，高聲大叫求人不聞，此等名為欲引迷路。清淨比丘及諸菩薩於其路行，不踏山草，放意手拔，云何大悲？取諸眾生血肉充食。若諸比丘不服東方施棉捐帛，及是此土靴履裘摧，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於世掙脫，酬還宿債，不遊三界。何以故？復其身粉皆為比緣，如人食其地中白穀，足不離地，必使身心。於諸眾生，若生身粉，身心意圖，不服不食。我說是人真解脫者，如我此說名為佛說，不如此說即波旬說。阿難，又復世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偷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。
如修三昧本出塵勞，偷心不除塵不可出。縱有多智善定現前，如不斷偷必落邪道。上品精靈，中品妖媚，下品邪人，絕媒所着。彼等群邪亦有途眾，各各智慧成無上道。我滅度後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熾盛世間，潛匿奸欺，清善知識，各智慧以得上人法，誘惑無識，恐令失心。所過之處，其家毫散。我教比丘循方乞食，令其捨貪，成菩提道。諸比丘等不自熟食，寄於殘身，屢破三界，是一往還去而無返。云何賊人假我衣服，彼犯如來做種種業，皆言佛法，卻非出家具戒比丘為小乘道。又是延誤無量眾生，墮無間獄。若我滅後期有比丘發心，決定修三摩提，能於如來形象之前，身燃一燈，燒一指節，及於身上月一香柱。我說是人無此宿債，一時酬不，長輯世間永斷諸漏，遂未證明無上覺路。是人於法已決定心，若不為此捨身離因，縱成無為必還人身。酬其宿債，如我馬麥正等無異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後斷偷盜，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悔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偷修善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罐漏之，欲求其滿，縱經塵劫，終無平復。若諸比丘衣缽之餘，分寸不束，乞食如糞，施餓眾生，於大集會合掌禮眾，有人隨利同於稱讚，必使身心以軀捐捨，身肉骨血與眾生共，不將如來不了義說。回為己解現悟初學，佛印是人得真三昧，如我所說名為佛說，不如此說即波旬說。阿難，如是世界六道眾生，雖則身心無殺盜淫，三行已完，若大妄語，即三摩地不得清淨，成愛見魔失如來種。所謂未得為得，未證言證，或求世間尊勝第一，為前人言。我今已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道，辟支佛成。十地地前諸位菩薩，求彼禮懺貪其供養，是一顛加消滅佛種。如人以刀斷多羅木，佛記是人永殞善根，無復知見，尋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我滅度後，斥諸菩薩及阿羅漢，應身彼末法之中，作種種形，度諸輪轉，或作沙門白衣居士、人王宰官、童男童女，如是乃至淫女寡婦、奸偷逃犯，與其共事，稱讚佛成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。縱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，攝佛密因，輕言沒學，唯隨命中，因有為父。云何是人惑亂眾生，成大妄語？如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後復斷除諸大妄語，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悔。是故阿難，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如黑人糞為踐壇形，欲求香氣無有是處。我教比丘直心道場，於四威儀一切行中，常無虛假。云何自稱得上人法？譬如窮人妄號帝王，自取誅滅；放復法王如何妄竊？因地不真，果招於曲。求佛菩提，如世持人欲誰成就？於諸比丘心如直言，一切真實，入三摩地永無魔事。我印是人成就菩薩無上知覺，如我所說名為佛說，不如此說即波旬說。